同大家講聲下，因為咧呢個單位咧，其實有部分景觀將來有機會受擋嘅，就係呢兩間學校後面有旅遊巴嘅地方，係啦，咁呢度會受擋嘅。咁但係咧，主人房頭先個景就唔會，同埋而家呢個角度嘅海咧都 keep 到嘅，因為淨係旅遊巴嗰個位啫，係啦。即係例如旅遊巴去到近污水處理廠嗰個位，會將來應該會有樓擋住，係。